一個人如果冇經歷過痛苦咧，係唔會修行嘅。注定要行修行呢條路嘅人咧，老天爺一定會設置各種各樣嘅關卡同埋障礙，需要你去跨越去。真正嘅道場其實就喺滾滾紅塵之中，就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，嗰啲讓你每每都想崩潰嘅瞬間，正正是老天爺給你安排嘅必修課。老天爺咧唔會俾嗰啲咧修行嘅人出世喺一啲好完美嘅家庭嘅，往往咧最親密嘅人帶俾我哋嘅不盡於人意啊，就係修行必經嘅課題。有句說話講得好啊，若無相欠，便不會相見。可能呢個人係你嘅父母、你嘅伴侶，亦或係你嘅子女，總會有一啲人咧會跳出嚟，一直咧挑戰你嘅底線。嗰啲折磨你嘅都係為你量身訂製嘅一啲修行嘅課題。唔好急住去逃離嗰啲讓你產生痛苦嘅人，佢哋咧就係你嘅鏡，照出你嘅軟肋。喺一次又一次咁衝突當中咧，我哋先會學識真正嘅包容同埋理解，慢慢咁睇透人性，睇透背後嘅真相。最終你會突然間好似開悟咁，開始通過修行去圓滿你自己。當你可以談笑風生咁講起曾經嘅嗰啲傷害，證明嗰啲痛苦早已經練就咗你嘅智慧。修行到最後，你會發現所有嘅痛苦磨難都係為了讓你生出翅膀。